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亚索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。平安。哦，我虽然真久无看，是，哇，等来个关14天个自我健康管理，是，今晚有些主意啊。我应该是无对啦，因为我一直验，但英国嘛验，等来嘛验，4月里验啊，连面嘛变迄个圣诞节啦，是。早起家乐福已经弄迄个音乐在好啊。哦，迄圣诞音乐啦哈。对啊，那个圣诞时光。因为真紧的开始，但是咱今日要来讲一个较特殊的，故事。咱之前捌讲过迄个第4个朴树，是，迄个较无人知影圣诞节的故事，对。但是迄真感动嘛，是即马真侪人搁伫听的。咱今日要来讲一个故事，人讲是第2有名的圣诞故事。第1有名当然嘛是迄个耶稣嘛，耶稣本身。这你等去听咱旧年捌录过。是，以上标准来讲是路加福音内底讲的故事嘛。咱即个要讲第2有名的故事。是迄个狄更斯，英国大文豪，Dickens 伊的一下，或者 Christmas Carol，台湾或者圣诞颂歌，啊嘛有翻做什么小气财神，小气财神呐，电影甲翻做小气财神呐。对啊，这刚刚当然无遐有名，但是电影小气财神迄阵，小可有名啦。但是英国啊，现在这大拢知影。这个故事算讲知影人真济啦。迄无数是本来知影嘛。我细汉是奇怪咧，主要都个毋捌讲这个故事，我感觉这个故事实在是足水诶。甲后来看小气财神的时候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狄更斯有写过有关圣诞的这个故事过，真好。其实我是到这个才知影咧。我也知影狄更斯咧，我知影伊别个故事，什么快乐与生路啊，因为之前嘛有电影啊啥。对。毋知可能以前想讲圣诞的故事较袂去注意。嘛本来想讲伊只是甲伊的耶稣故事讲一摆，结果哪里看差不多无啥物关系。真实有关系，但是伊的内容一开始你听也无啥物关系。较特殊的所在是讲，因为本来是英文啦。今日要读这个版本是一条这个陈清中长老师翻译。伊是咱台湾人的前辈。迄是前辈中的前辈啦。1895年，就是台湾挂日本迄年出生的。是。新店人，因爸爸是牧师啦。陈英辉有人叫做陈慧啦。但是真细汉时爸爸就过身啦。就安尼讲啦吼，这可能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吼。陈慧甲严清华吼，是马街甲设立做牧师的，这是1885年5月17日。这嘛是台湾不管是北部教会、南部教会第一摆有人受封立做牧师的，所以陈慧伊后来有改名叫陈英辉是上早做牧师的人。伊牧过新店教会，今仔日上山教会。所以新店教会是真久。真久啊！这嘛真大间咧。这嘛真大间啊！我一样去什么碧潭都经过。所以。伊这有影算长老教会真前辈啦，对。安尼这我们知。我是知影讲，伊算讲读教会系统的学校嘛。读迄个 Oxford College 读牛津学堂啦，对迄个淡水真理大学内面迄栋古迹，伊伫遐受教育的啦。嘛去日本留学，读英文，所以可能是台湾上。你讲读英文，这应该是陈清中啊啦。陈清中对啊，陈清中。对，所以。因爸爸嘛有读牛津学堂，对，因爸爸嘛读牛津学堂。所以等两代拢读牛津学堂。牛津学堂啊，直接讲即卖的学校吼，对迄个精神甲迄个落来学，都是今仔日台湾新人伊啦。因为迄个时阵是为着新学设立迄个牛津学堂的。但是陈清中无做牧师嘛？伊无做牧师。对，读了去日本。去迄个东志社大学读英文系。伫遐。摕着本老师，转来了的去淡江，做英文老师，嘛做长老，做淡江淡水教会长老。像听了无啥物感觉，伊有两个
上面之父这样，学习哦，橄榄球之父。我有一个考试的学生吼，有写到陈情中啊，所以我迄内容我加减有较熟一下。伊就是吼，伊伫冬季下时，伊就敢若叫个校队啊啦。爱运动对，爱运动。啊嘛汉草袂歹吧？人生出运动啊，但迄个陈情中迄阵，因为伫遐学过橄榄球，啊，转来做淡江中学老师的时，伊将橄榄球甲带入去伫淡江中学中间。啊，淡江中学怎有一个拍橄榄球的传统。啊，嘛跟有去比赛啊，去比赛，因头一摆比赛是甲要英国舰队迄大人比赛呢，哎呀输，输啊，毋过英国遐舰队惊着讲即阵囡仔那遐厉害啊呢，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人讲是台湾合唱之父啦。这个吼有小可有一个故事吼，足侪人拢也避毋着吼。陈英辉吼有生2个查甫诶，吼一个查某做陈金仁啦，吼。真正真仁爱仁，陈金仁生6个查某囡仔，上细汉查某囝吼，陈美媛吼，叫吕全生，吕全生，吼足侪人吼讲吕全生是台湾合唱之父啦，吼，因都敢听到嘛，吕全生的头前拢毋捌听过啊，吕全生讲，毋是我，那伊爱叫美媛，等于迄个陈清东是美媛的阿姑嘛。哦，那要讲台湾合唱之父是阮阿姑啦，毋是我啦，吼，伊迄伫差不多1920几年时，迄就成立迄个 Greek Club 啊，当然教册时阵嘛，迄阵就成立一个迄个男生合唱团啦。真无用咧，迄教册个橄榄球运动，还个唱歌，个翻译，伊翻译足济，个办杂志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今日会看到这，就是因为咱今嘛要读的这，就是伊翻译的。我读到迄个讲男生合唱团吼，迄成员我念互大家听，这几下拢大家拢知影。第一个做陈启俊，以前双人教会牧师，过来陆先春、陆一德、陆一仁的爸爸，陆先春。你迄个唱歌本个开个，为这名张坤远，张坤远，这是较早大朝廷的牧师5,100甚至这个 Greek Club 1926年就去日本巡回表演，个唱甲等于伊的母校东志社大学。就讲那一种的日本的一部分啦。对了，算国内演出的。不过算讲那也看伫台湾的立场来讲，差不多无人比因这团佫较早出国表演啦。这是有影出台湾的表演啦，迄个时阵啦。对啊，伊嘛办过杂志啊，只是讲无偌久的合理去教会公布。这咱需要讲一下吼。对，咱台湾早期是有北部教会、南部教会，南部教会办的机关报就是教会公报嘛，吼。对。北部教会办的机关报做挂菜纸，就是1925年陈清东办的一本。汉是写芥菜纸，芥菜纸哈。一直到看到23期了后，怎挂菜纸合并入去伫南部教会公报，合起来变做今日台湾教会公报。但迄个后来迄合起来教会公报中间有特别一个专栏做北部事务、北部事务吼，纪念讲这是北部的物件，阮特别伫这个台湾教会公报中间有一个专栏，是北部物件，北部教会物件。无去用统一的感觉，无去用统一。对啊，所以今日这篇就是本来北部已经刊出来了。那么真久啊，这是1905年刊的呢。即摆已经100年啊！这中间迄个陈清东伫挂菜纸中间写足侪文章，嘛翻译足侪文章。我先说讲者，我对于我感觉足趣味吼。台湾头一个翻译莎士比亚的人就是伊，我有一本。伊是迄个 Venus 的行李人。威尼斯商人。这是安尼啦吼。伊这本是较晚，伊较早1940几年的时候已经开始翻啦。毋过我这么手头这本是1950年。简单讲就是，阮囝去台中读大学的时阵，要找厝通住。我尾去拜托一个牧师，讲你若有空房间，通互我囡仔住。
伊讲有啊，两个讲，毋知影哪找厝讲甲对莎士比亚去。伊讲莎士比亚，你就等咧去编了一本新，连编都毋捌编过单清中翻的迄个莎士比亚。就安尼吼，全迄个台湾研究台语文的人拢知影单清中有一本莎士比亚伫里。但是过来就无人去翻莎士比亚嘛。尾啊，爱甲梁实秋来啊。但我讲台语诶，台语就无人去，迄个有啦。到差5%，有一年少年人5%诶，就是讲一个月薪水奉献5%来做台语运动诶人，5%诶人敢若有翻译过莎士比亚内面诶一寡物件，足换啦。因为华语嘛，无人爱看，所以先甲圣经翻到好较要紧。对啊，但是当来讲这个圣诞颂歌啊，这就甲圣诞节有关系啊。对啊，那而且伊嘛有真深的迄个宗教意义的。对。但是开始听你可能听袂出来哦，讲到尾啊，你才会知影讲，这故事哪会遮尔啊，遮尔受到欢迎。但是先讲就是伊无还了，伊敢若还差不多无到一半吧。我感觉单程中会还了有一点啊，吼，像你咧讲无还了啊，包括伊头拄仔咧讲迄个莎士比亚诶迄个 Venus 的生理人吼，伊中嘛小可有浪胖咧。我讲，更想过无用啊，先咯。是，伊感觉毋免翻啊，先咯，我毋知。我就照迄个英文去看啦，伊嘛是有经来翻啦，伊甲翻了较台语，因为有诶可能嘛是英国以外风俗甲无啥共款。咱来读好啊，啊嘛因为无翻完，所以咱读会了。翻完咱应该是读袂了。咱来伊只有分这3个部分出版啦，咱即嘛读第一个部分，1905年。7月出版的《坎德叶挂菜记》。第一出茉莉的阴魂，茉莉已经过身，故事对这起点。先讲者，伊本来或者玛丽的，茉莉台语较好读。所以咱即拢叫伊毛利。是论伊的死，无一点通犹豫的所在。牧师夜场的书记，发落壮实的人。以及坚林，拢有登印伫伊埋葬的证明书。坚林的名，伊生理场是真有信用。伊所登印的，无论是啥物，拢通做确实的保证。老的茉莉确实已经过身。主角有2个，一个或者茉莉已经过身啦，玛丽，但是真正的主角或者坚林。伊这是坚固的坚啦，那反正坚固的坚啦啊，吝啬的吝啦。伊本来英文是 Scrooge，伊本来就有迄个诞生的迄个意思。但是咱即嘛规篇拢叫或者 Scrooge 大家就无习惯，所以迄阵单亲中嘛决定讲要甲换做坚韧的对，台语就是读坚韧，所以你即嘛读的主角是坚韧，茉莉。因两个本来是合股做生理，但是茉莉已经翘起啊。是，即嘛是茉莉变做鬼来找伊。对，所以即嘛记得这样代志。坚定是我的人，但是伊非常的诞生，好，咱即嘛伊来介绍坚定这个人，请。总是坚定无将茉莉的名对生理场的牌匾插起来，了后一年，牌匾要写坚定甲茉莉相会。头一摆甲即间买卖的生理人，有时叫坚韧相会，有时叫茉莉，坚韧因拢印，即2个名对伊拢相同。你意思讲，因为因本来是合股，伊个看板嘛无甲改过来，嘛是写讲茉莉甲坚韧的相会，其实茉莉已经翘起啊啦。过来总是坚韧是一个一圆拍49角的守财奴。实在伊是球搁欠，妖鬼搁杂念。这应该是台语的迄个。这真正是用台语翻了真水啦吼。外界的寒热，甲伊毋相捌，烧气伊袂烧，冷气互伊袂寒，无风比伊较强烈，无雪比伊较无情，无大雨比伊较残忍，主善施者一出。坚韧做袂到，伊本来英文都有写差不多在介绍，只是讲单亲中甲写了较台语啦。比如讲1块钱拍49个折，角，
这个我细汉慢慢听人讲过。个这个嘛是安尼讲啊，我听嘛是安尼讲。个球个欠腰贵减10点嘛。对了，这我慢听过。因为一个人真当生嘛，所以变成讲这天气较惊伊安尼。对啊，伊嘛毋爱讲去上面做上面诸神的代志。对。无人伫街路欢欢喜喜来甲伊烧酒问讲，见恁爸啊，来去阮兜坐啊，是甲伊请安，去食无一个要甲伊分，囡仔无一个敢问伊即阵几点？伫一生的中间，毋捌有查甫查某来问伊的路。所以大家看了伊就更想着对，还有迄个去食嘛，知影讲，去甲讨钱无意义。市民人所饲的狗也捌哩。总是看到见人来时，随时压尾拖伊的主人的衫机进入通巷，后来会尾溜，敢若要讲无目睭的较赢歹面相的款式。伊意思讲狗嘛，知影讲爱走去比咧，但伊讲无目睭的较赢歹面相的款式，就无目睭的就是前面人啊，他嘛抑个比迄个有目睭的人面相真歹看的人较好啦。嘿啦！伊意思讲，今年是迄个面相真歹看，安尼看到一个面臭阮这目睭的吼，要个比你较好看就对啦。这即嘛有淡薄仔无政治正确，大概知影意思啦。就是讲，因为伊面相伤臭啊，嘿啦，伤歹看，大概参亲狗啊吼都无要插就对啦。虽讲安尼。见人拢无想要紧，反正是所爱。伊第一爱就是闪避人情，来哪行哪车人，来走闪伊的路。对，你听到这，你会感觉讲这跟人家真可怜，但伊袂感觉伊真享受啦，伊真享受伊家己一个人啊。对，而且伊讲伊交时若有人挡着伊咯，就甲杀开啊，车。嘿啊，这虽然讲有电影写，你等来读伊这。本来写诶，你肯是搞写啦，搞写，伊这改这故事拢真紧的个。迄个人诶特色啊，用无偌济字句就写出来。你若用宗教诶角度来看，你也想讲，这人刚要救诶，够机会。大人拢含狗唔爱插伊诶人，要安怎发展？过来。有一摆伫一年中第一恭喜诶日，就是救主诞诶正日。伊坐伫生理场底无闲，迄日是未讲直的寒，尚且蒙雾大到暗飕飕，加市的大时钟拄才拍3点，总是已经敢若暗时。算12月23号了，对啊，就搁咧上班啦。因为英国迄阵就寒天嘛，因为足寒，3点就差不多天就暗去啊，就要放假进前啊啦。生理场的隔壁间是暗黑的厅，伊的书记坐伫遐伫抄批。迄碟见人有开门伫监视伊，见人迄边的火炉有淡薄火伫倒，伊的书记迄边差不多要火去。书记袂得通添火炭伫火炉，因为火炭箱见人有放伫伊迄间，也见人有吩咐伊，设处若举火条。过来这边吐火炭，就要甲伊死头路。书记用领紧填伊的颔棍，试用蜡烛的火来烘互身躯烧。总是伊毋是大想象家，会想蜡烛的火做炎炎的火炉，所以有失败。我感觉伊写得真好诶。伊照来讲，就是这个天气应该真冷啊，但这个今年啊，已经有迄个火炭。伊诶书记了伊诶员工迄边寒甲要害，但是伊就甲讲你袂使来遮夹迄个火炭过去，若有我就甲你死头路。所以伊即马剩一支蜡烛，想象力袂遐强，伊无法度用想象诶，就讲这是真烧，所以嘛是寒甲淡仔带就对啦。这个圣诞真恭喜，愿上帝赐福气互你。这个是坚定的孙仔诶声。见人听到这个声才起头，知因孙仔来，见人应讲，无义无事。所以即嘛有一个人来啊，所以
应该算讲因呢，这人叫伊 uncle 啦，可能是伊的哥哥啊，妹妹，还是妹妹囡仔啦，对，即摆讲迄个外甥啊，即款的，啥阿姐啊，恭喜圣诞是无意思，我拍算你的确无迄款的心意伫的。有啦，圣诞是啥？要亲像你即般无钱通行人的日啦，在家己加一回面，轻笑铺一个看，较济拢是甲人招人的面无半仙，这就是圣诞日啦。说出这世间互我自由，才会哪行哪得发圣诞恭喜的，拢掠来活我台，有影会的确要安尼。这个孙仔来个恭喜啊！这阿姐，所以真无欢喜。而且伊无欢喜，还佫讲迄个佫讲，即马台语讲，即马华语讲酸，你知道吧？佫讲吐槽，讲圣诞节有什么了不起？像你笑破拢是欠人的钱。内面无半仙。无半仙钱啊！路顶这侪人伫画迄个圣诞恭喜，听了就惨，你就很惨了啦。对啊，因为这人是遮尔讨厌圣诞节的人哦，伊基本上就是跟这世界敢有关系安尼对啊，含家己的孙仔来伊嘛是这态度。阿姐啊，你做你去酒你的啦，我做我啦。你讲要酒，你就无要祝贺圣诞啊？若是安尼，虽在我要怎样？圣诞得要互你得到大大的利益。到当逐摆你都有得到。我再小可讲者，因为你在看伊写的时候，你会知影讲这是上讲的话。反正这是两个人对话啦。这个孙仔无放弃啦，就讲阿姐啊，还是来阮兜坐啊啥。阿姐就讲你做你去，莫插我。对，你去修你的圣诞，我做我坐到这样呢。这孙仔就讲，你上嘛讲一声圣诞快乐吧，看欢喜的。这阿姐就讲，我要创啥？到底现在是互你有啥物得到利益的所在？你个咧想利益啦？对啊，哪里讲话有得利？对真正来讲，现在就无啥物得，但是欢喜敢袂使，但是对今年来讲，欢喜毋是啥物利益。对啦，所以就继续讲。阿姐啊，我说使袂会得到金钱上的利益，要顾伫这世间有真济好事，咱通得到来做一生的利益。迄中间，我想救主诞是做第一，因为安尼当年救主诞若到，我逐摆都想，迄日是第一好的日。所以即嘛是即个顺个解说讲，圣诞节有金钱以外的利益的好处的对啊。对圣诞起源所生出敬神的观念，对人真亲切，赦免人行诸神快乐的日。搁在一年久久的中间。查甫查某心肝诚做一个，大家自由开因平生所关捌的心门，大家谈话，大家想因拢是三角的，要行入梦内的谈判。像这款的事，圣诞以外无迄款的日。所以阿姐啊，我讲圣诞毋捌互我的地啊较甜，要顾我信有大大做我的利益，也以后有缘特别安尼。所以我大大祝贺救主诞。所以伊的理由来讲，这实在是一个真特殊的日子啦。然后大家算组织啊，大家开讲啊，大家想讲咱是做伙拢是要过新的人嘛，当伴人这个。有一天咱是咧拢会无伫个人啊，伫这个日子吼啊，大家三甲安尼赦免啦、亲切啦，啊行诸神的事吼，关心别人，这都足大利益啊！对啊，是讲安尼啦。但是这对今年来讲毋是，讲毋是，那个迄个无钱通赚都毋是啊。对啊，你敢若欠人钱？继续。伫隔壁在听的书记无意中大拍手，跟人讲，加讲一声试看咧，惊了会做无头路的人。我头甲伊的孙仔讲话，你这个讲话，我真奇怪。你敢毋去做代志事？这孙仔讲了以后，伊今年完工听了真好啊，拍破啊！这个今年就直接讲，你个出声你就无头路啊！我这应该是一个真歹人哦。佮等来个对伊孙仔讲，你这样讲话，你哪会去做
代议事，去做议员啦，去选举啊。阿姐啊，你敢要受气？明仔载来去互我请，等来去地级才来相见啦。阿姐啊，你敢要讲迄落话是安怎啦？紧转去，我都毋是特别甲你宣看有米无，还是怎样？咱敢袂得通三好心？所以那个坚持讲，你莫想起来阮兜啦，明仔载就是迄个圣诞面啊嘛。这就直讲，等大家地级再来相见来讲，咱死的时阵，他来见面的。孙仔嘛讲，我都无对你有啥物要求，我毋是要甲你借钱啥，只是讲要邀请安尼嘛，遮尔啊歹。就叫伊紧转去安尼。叫你紧转去是怎样啊？你实在真顽固，互我的心真艰苦。咱两人到呾都毋捌冤家，我是因为要表明我的敬意，也是祝贺圣诞，所以才来要请你来去。我为了圣诞的确无受气，阿姐啊，圣诞真恭喜，敬喜！也煞甲你恭喜新年，阿姐啊，敬喜！所以你看这孙仔算脾气袂歹吼，啊，你莫生气啦，还是甲你恭喜安尼啦，但是伊放弃啊啦，伊就离开啊啦。虽讲坚定安尼，也顾伊诶孙仔拢无一点仔受气诶款，还是讲歹听诶话，就出去，司机开门，互伊出去诶时，有个两个别人入来，两人拢是福相有品格诶人，因刘无徛伫事务所诶门口。手里摕一本缴付金的簿，甲几若张书类，对坚人行礼，中间一个带迄本簿啊，我来问讲，你是坚人兄，还是毛利兄？所以即嘛，种有新的代志发生啊，对，伊孙仔离开啊，离开时阵拄有人入来，这两个人看起来都个真斯文啊，你有无爱讲把迄个无啊疼。摕起来，真客气诶人啦，有摕一寡书类，所以就摕一寡资料啊，就问讲你是坚人兄还是毛利兄？毛利兄，伊可能毋知影讲一个毛利过身去啦，毛利伫7年前已经过身啦，拄是伫金暗，新书也必就讲，伫即年诶中间，即个恭喜诶时节，济缺乏极艰苦诶人。袂得通甲咱三甲祝贺圣诞，伫即个时阵特别爱备办淡薄的米通来送因，欠缺逐日所着用的米的人是几若千，袂得通享受人生的快乐。所以就直接讲伊来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来募款嘛，来兑现啦。伊个讲即个时阵是真侪人。欢喜，但是嘛有真侪人，特别想到一寡人都当寒、当散车、当无钱啦、当巴肚枵啦，啊，咱加减啊，来帮忙者安尼啦，互因一寡快乐安尼。咱这是无感觉心，另外跟你回答拢真惊人，感觉却不知者。意思讲，这人来关就好啊。对了，因为刚刚内底都有食，有迄个有通大诶所在啊。这个无看人当然袂使受气嘛，伊就解说，感觉却不知者，毋过这个所在袂会互这个无罪诶艰苦人得到基督教诶慰安，因为安尼，所以阮几若个同志三甲参详爱募集淡薄钱来买小块诶食物，甲互因身躯会烧诶米。阮讲即个圣诞诶时机。是因为伫即个时阵，因一发感觉因会艰苦，也好些人一发感觉快乐的时，毋知坚人兄欢喜些偌济。不过嘛是有一寡技巧嘛，一寡方法。伊嘛真客气甲解释讲，因遮就无犯罪，叫人去带迄个感觉。就是人问讲，毋知你要讲偌济，欢喜些偌济，因为伊有。更加迄个主要诶迄个问题问出来，毋免是啊，我爱你毋免劝我再来。我本身无将圣诞做欢喜，所以我无赞成互贫惰人快乐。为着要维持家家，还是受产场，我已经有出不止这钱。
安尼已經真夠嘅，所以若是有迄款艱苦誒無頭路誒，就去啊。直接講，迄歡喜是恁代志，甲我無關係。我嘛感覺講，這善家人無需要歡喜。這第一個就講個寫得真歹哦，但是尾來轉變，你都會知影講，這些這故事真也要緊。不只一個人袂去迄落所在，檢測有誒想去迄款所在，寧可死較得。若是死較好，刀也無嫌，通減淡薄仔受罪誒人業。伊內底有講個叫做壽山場，壽產場，這咱即擺已經無啊。但早期英國是，你若欠錢啥，你就掠去做工課，啊囡仔啥故意啥，伊就叫你做工課，所以有一個互你趁錢誒所在，但是迄真艱苦。干脆講，這人就是應該去個所在。那你若犯罪就去用乖，你若無犯罪就去做工。兩人地無，國不將三時出去，這地對地言啦。兩人地無，國不將三時出去。關店時間到，堅忍不得已就離開伊。過去幾百間，耶穌基佇遐聽候到要死。堅忍用伊個目睭報伊知，時間已經到，通轉去。書記隨時分析蠟燭的火，滴伊的無啊。明仔日規日，你想愛休困吼？佫有一個書記踮遐嘛，啊，即擺下班啊，時間到啊，啊，即個人講就無愛人下班咧，對用目睭甲影一個講你會使閃啊對啊，但是伊嘛講袂使安尼凊彩互轉去，所以就講一句，明仔日規日，你想愛休困吼？你的刀俠若會拄好，這伊講刀俠，這是日文過，日文誒早期呢，台灣人攏講日語較濟，哎，就講你若會拄好啦。可惜未拄好，也休困。我想無公道。即使我若甲你靠你休困迄日個錢，你要講互人歹款待，的確是安尼，是。也你毋知要想我互人歹款待，即使我了一工個錢，來無得到做工，一年才簡單一擺若定。所以這對話就是。敢你問伊講，你明仔載是無想要上班？啊，問題是聖誕暝你叫人來上班。伊都來講，若會使就莫來。啊，這個年直接講一個，即馬電來人哋冤家誒代誌，就講啊，我若靠你薪水，你若無歡喜，對毋對？啊，你反過來講，你也想講，我就變成講，我互你薪水啊，我無人來我做工啦。但迄個年代可能，這個已經是一個大家共同誒想法，就講，即工本來就要休困啦。因為這是算基督教國家，啊，你互薪水是應該的，但伊只條件甲寫出來，嘛是Dickens要甲即個堅忍即個角色，寫甲更較歹，更較人講小氣財神誒，就守在路。可憐代哦，從12月25做理由來任人誒落地啊，總是國不將明仔日趕着休啦，毋過後日早起。就較早來，書記講好，堅忍拖一個大櫃就出去。事務所隨時關起來，書記的領巾跟佇胸坎去出兵，因為是聖誕暝的下晡，所以有甲囡仔排列，要甲因出20遍，後來趕緊走轉去，要甲囡仔暗國家。這部分是咱心中。有加一寡台灣的物件。對啦，暗國家一定是台灣的物件。就是捉迷藏，對啦。聽眾朋友毋知聽得出來，我去查都知影。我以前講有這暗國家。我的年代就個暗國家啊，有人講黃國家，阮南部是攏講暗國家啦。算較早嘛，算個啊，大家早早的哦，開始來吹啊。我是人已經是叫。華語應用啊，阮來講捉迷藏，我毋捌聽過暗國家。暗國家啊，阮細漢攏嘛講暗國家，所以若即馬講暗國家，我看攏差不多70歲左右以上的人啊。對啊，迄陣有寫落來。啊，伊嘛去出兵，這台灣嘛無啦，就是滑雪溜冰啦，溜冰嘿。對，即個書記可能是一個少年人啦，去。這時陣外口人攏真歡喜嘛，啊，即馬放出去啊，邊仔人就做伙佚佗啊，緊轉去厝，佫會使算暗國家。堅忍照平常誒款去迄間陰鬱誒料理店食暗，雖講是聖誕暝，
抑久所食诶是平常诶料理，所有诶新闻拢读了了，夜春诶时间，现伊会夹金铺起来看所寄诶金额，后来转去厝里，建立店迄间本正是毛利店诶厝，伫巷仔内家家青青诶所在，除去建立以外，无人敢踮伫遐，也其他诶厝拢细人伫做事务所。大拢欢喜去过节啦，爱一个人孤单一个。但你头先因为感觉讲伊真可怜，因为伊可能感觉真享受。伊家己去食饭啊，等于伊住诶所在。拢无别人哦。而且伊真欢喜诶一项代志，就是甲迄个夹金铺啊摕起来看。迄就是足快乐诶事。哇，真好呀！要入门诶所在有一支伫拱门用大旗推啊，见恁转来诶时，拢无啥物各样。见恁无亲像别人会懒散想，譬如来讲，亲像无虾米看做有，还是看见啥想做鬼，总是伊创锁时，伫锁匙孔得要开门诶时，迄个拱门诶推啊，已经毋是推啊，不然变做魔力诶面相出来。所以即马鬼要出现啦，啊！这鬼是迄一支推啊，伊门边有一支大支推啊，所变成。魔力就是以前诶生理诶 partner 啦，啊，特别写的讲这概念毋是真惊鬼诶人。魔力诶面诶四围有光得照，伊诶面上却毋是受气诶款，也无啥物通惊诶所在，不过是用伊平生诶款来看见人，见人去严寒斟酌甲伊看，迄个面上随时搁再变做本正诶门框。对，讲一个真足看，啊，个变成原来迄个，所以你想讲应该无代志啊。第二部分啊，见人入去了，就出来关门，门片瓦一声，亲像雷弹。无论厝内所有诶物件，或是地下室、酒场里所占地诶水桶，这个我毋知是啥物意思。应该是应该是战经啦，应该是仓库啦。对，堆起来物件，所占地诶水桶，都拢引奇怪声。若是见人原来，毋是会互怪声来拍惊到诶人。门关了后，经过通行，爬就楼顶，哪爬楼梯，哪修整蜡烛诶心。虽望四面暗烁烁，见人拢无丢毒，暗是伊所爱，因为毋免开钱来买蜡烛。总是见人还未关迄个上重诶门，大声又去巡视过，看厝内有变款无？因为伊拄仔所看到诶面，犹伫目睭前，影来影去，无去顺，袂安心。顺一轮落来，发现嘛无啥物无共款。爱搭入去伊诶客厅。人客厅房间已经占满诶所在，拢无变款。倒骹无人味地，椅骹也无，火炉内也有淡薄火滴地，汤匙盘拢无怎样，煮糜话仔伫火炉顶，面床下厨仔内无人滴地，吊伫壁里，互风伫吹，看了怪怪的困衫，甲伊掀起来看，也无啥物各样滴地，旧的铁路挂。旧的鞋，两骹耳拿，面桶架顶的面桶，一箱火滴，全然无变款。对，拢无啥问题对。对，伊安尼检查一遍拢好势好势。因为伊写了真细吼，检查了真详细。十分安心就关门，对内面用两层的锁来锁。伊伫平时罕伫安尼，亲像安尼警戒了后，就脱领巾。穿困衫，2千拖抵困无，也想要啉淡薄仔糜，就坐落伫火炉边，摕落椅，头仰天诶时，连边看到迄个踮伫厝内第一悬诶所在，现时无得用诶钟，伊看到诶时，忽然间，迄个钟家己震动，见人大惊一个，心内伫想奇怪诶事。迄个钟煞弹出声一个弹，厝内所有诶小钟
做一个玲珑号，上一时听见地下室，亲像有人拖真重的铁链在行，伫酒桶顶略略叫，隆隆号的声。后来迄个声若较大，渐渐对楼梯起来，直直对门里来。所以即马发生恐怖的代志啊！伊倒到面的时阵，本来想要食糜休困者，头顶有一个钟已经真久无在叮当的，突然煞家己叮当，个出声，边仔有个细的钟嘛，所以做会出声，毋但安尼尔，伊个听到迄地下室有一个，敢有一个人拖迄个铁链仔在行的声，而且这个人也是讲这个鬼。就离愈来愈近，未来伊房间啊，随时对门里经过，连未到房间内，不然魔力的阴魂徛伫伊的面前。拄得入来时，要熄的蜡烛火忽然大光，宛然亲像蜡烛火伫讲：阮捌你，魔力遐阴魂啦会款式。魔力遐阴魂出现啦，迄个面上拄拄甲魔力相同，魔力的头鬃尾，平生得穿的衫，真下的裤，甲伊无下骹的鞋，伊的全身是通光，所以见人会得通看到伊的外衫后面两粒的瘤啊。见人捌听人讲魔力无长度，伊到呾拢毋信，到即点才想有理。所以伊才有讲即个魔力的阴魂生在啥物款，就有一寡迄个透明是啦。所以你会看到后壁瘤啊，是这阴魂甲伊翻拢有超工讲即样代志，就是讲有一款讲话讲即个人无长度，就是讲伊无自闭啦，嘿啦，无慷慨，无真主啦，当生啦，伊即摆看嘛，无八长了对啦，即摆看嘛是透明的，刚伊对遮看，咱看伊后壁溜啊，对啊，第一个是迄阵写的，算讲一个对啊，这样紧张的气氛内底有一个趣味的代志，翻译时嘛甲翻转啊，但是小可解说一下，佮接出来对啊嘛真趣味，感人其实无啥惊，佮甲安尼开讲，开讲。虽讲伊直直在想魔力，在现在伫伊面前，心内犹具犹豫。虽然伊看见魔力青青的目睭，来去加音寒，犹具伊犹袂得通信。见人用伊平时讲话款式问讲：你来要创啥？大代志啦！魔力的声，果然是魔力的声。你啥人？就问看我较早是啥人？若是安尼，较早你是啥人？在生我就是甲你三角开行迄个魔力啦。你会介意无？这看麦。知影讲头前这是鬼啊，但是伊嘛是可能我心灵这样代志，较袂遐恐怖。这个鬼就直接讲，我就是鬼啊，我就是你知影迄个鬼啊，你免个犹豫啊。这跟人讲，不你会使坐看卖啊嘛，伊嘛好啊，我坐互你看，一直坐落来。阴魂随时坐意，拄照伊本人活的时坐地款。你毋信我？毋信。若是安尼，你是妖异的五官，因为你的五官实在有感到我的实现。我毋知，你怎样摇移你的感灵？有小可事情来拍乱我的感灵啦。腹肚那淡薄啊无拄好啦，就连边影响感灵。你检采是一块未消化的牛肉，还是牛奶饼？若毋是，就是一片三无色的番薯来化身呢。无管你是啥物，随望你讲是对梦里出来，我想你的确是拍歹位的代表物，至到影响着头脑，煞蓝山想有看见鬼。无你这鬼啊！伊就讲你敢若无相信我是鬼啊？你啊？你今日讲我无信啊！我感觉
我即嘛是对无属于读迄个感灵感能，我即嘛我的感官啊，可能去有拍歹去啊，对我可能的那亲像讲食歹巴肚啊啥，有当时啊会我看物件会无啥清啊啥，反正我即嘛感灵感能，就是无正感官啦哈，感官。这伊本来英文就是安尼写，就是讲这感灵，就是无啥相信别人的人。所以即嘛爱派这个以前该有合国的这个鬼来到有意义啦。无你用啥物鬼来，可能嘛去有惊着吧？对啊，刚才做一困呢，对啊。今日的性质毋是真爱讲笑，搁在伫即款时阵，伊的确袂顾得想讲笑的事。不过，伊是想，若会讲较济笑话，较会消灭家己主意，通互伊的心肝较袂伤惊哪定。阴魂伫厝内，敢若上热的款式，就偷伊绑伫头壳迄条筋。忽然，伊的下骸落到胸坎，坚定看一个新魂走到七里洲去。这Dickens 已经要下一个舞台剧，对，在表演呢，所以有当时爱有一寡发生一寡代志，他好表演，所以即摆就是甲迄个鬼甲伊本来绑一个领筋啊啥脱开，啊伊下都落来，落来这今年就话说，这个惊着，这个我惊着啊，个新魂惊到七里洲去，这以前的讲法啦，飞到七里云外去这样。嘿啦，救人啊，好心的哦。啥事你安尼来苦楚我？安怎阴魂会得通伫地面世界行？因何你要来找我？迄个因端是安尼，原来人在生伫世间的时，伊的精神就爱去同胞兄弟的中间世界行，尚且就远搁快才会用得。世事在生，伊的精神若无安尼行。后受报应，就去行几若倍远，几若倍快，才会用得。即摆跟人惊着啊，啊，就问讲你从何要来找我？啊，即个鬼就甲解释讲，人活的时阵爱定去朋友遐死过去斗阵下，啊，若无你死去了，你就爱。甲迄路拢补转来，你着四过爱伫行，就真辛苦的，无法度，无法度安歇的对啊。对，我袂得通照所爱拢甲你讲，因为拢无时间，我拢袂会休困的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延长时间的，在生我的精神毋捌离开事务所，就说是详细听，毋捌离开换钱的所在。所以我的前途就行路遥距真远啊！你过身已经7年久，这中间当地旅行时，你行真紧心。我用风做实，亲像照杯的款。安尼拍算7年久，敢行不知远吼！啊，青眉人啊，青眉人啊！恁拢毋知，为着这个世间有偌济仙人君主，伫几若百年、几若千的中间，拢无休困地拍拼做好事，要互世间得到福气。随望安尼得尽力，要求要互即款的福气发达，到完全是永远的事业，毋是一世人就会成。而且就是讲。伊甲即个今年，因两个人拢是爱趁钱的人，伊毋知有人是过了为这世界好的拍拼的人。个恁拢毋知，凡有基督徒精神的人，伫伊的范围内，为着人为着世间来做好，要顾得想因一生是上帝，伫一世人所做所行的事，拢袂得通做世间的效益。搁再若误用一摆的机会。不管你安怎想错，都恶得保田教业啊！恁的目睭拢无看起这款的事，总是我本有原是一个青美人，我早前是亲像这款的人，所以就是来提醒伊讲，你够有时间，
因为英国就是基督国家，对了，所以就是咧提醒伊讲，就算讲这个范围无大，细细的范围内底，嘛要为着别人去做好事。总是无哩，你早前是一个敏腕的事务家，坚韧安尼讲，暗钱得支家己。莫尼说伊的手大声讲，事务家南山讲，我的事务是人道啦，万民的幸福是我的事务啦。将商业上买卖的事，要甲我比，是亲像一滴的水来比大洋的水。坚韧听起莫尼遐高议论，真大惊吓，身躯直直吊起来。就详细听我讲，我无要搁点较久啊，我的时间差不多要了。好啦，总是毋通互我艰苦，毋通用迄款演算法直直来，拜托咧。我下昏挑工来找你，是因为爱报你知，你要有迄款的机会甲愿望，通闪避我这款的运命。万事你对我逐摆都真亲切，大大甲你感谢。确定有三个神要来找你，你所讲愿望机会性，若是安尼，宁可卖较值。你若无互这三个神来访问，你的确袂得通多闪甲我相同的运命啦。明仔暗时钟等一点的时，第一个神会来找你；隔暗上时刻，第二个神会来；第三个神伫过一暗12点若等了，随时会出现。但你着斟酌看，因为咱袂得通过相见，也毋是为着别人，拢是为着你。所以你就会记得咱两人的中间所经过的事。所以即晚模拟时间无出门偌济，较紧家己要讲的代志交代了。等于讲你要做好事，但是较要紧的是有三个神要来找你。啊，这三个神你得爱真少听要来讲啥。即个坚定的算讲心肝是足硬的人，个甲伊吐槽讲啊，我你叫伊莫来较好啊，是啊。反正这规定就是安尼，但是因三个就会来啊啦。啊，即晚模拟阴魂倒退，窗仔家己渐渐拉较开，所以模拟到窗仔骹的时，窗仔大开，阴魂渐渐散去。坚韧关窗仔了，就检查模拟入来迄个门，拢无一丝仔个样。拄拄照伊亲手所关所锁的款，门拢无刷位，坚韧想了袂了解，特别话讲无意无事，总是话讲无意后半煞吞落去，因为受到阴魂感应的刺激，又搁就是做工真忝，搁再有小可看到地狱的光景，也甲模拟讲无深实的话。时间也是暗，这因端坚韧真善，目睭真涩，真爱困，无脱衫就安尼摔落眠床，无久连边困去。好啊，这就第二段，反正伊就讲要发生什么代志，有三个新的来嘛，所以伊本来故事就一个一个新的来啊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现在，一个未来，但前中看来翻到过去尔。嘛，短短俩那个读了就结束啊。读了咱再来讲啊。反正过去来，过去做什么代志？时间拄等一点的时，忽然有大光照入房间，第一个神就入来，伊的面是亲像囡仔，头毛白亲像老人，身躯穿白长衫，衫支滚玫瑰花，手里有拿青翠的多罗叶，大光插着坚韧的目睭。就大下精神，着一惊，就问讲：你啥人？神，我就是过了圣诞的神，过了真久的神，你也过了啦。我来是为着你一生的安宁，起来，甲我三角行。我面真寒，我穿薄薄，搁在我有感到，是为着要救你，着听。好啦，我要去，的确，来。所以这个概念一开始就无想要对，因为感觉伊就是活咧家己的世界，但是无法度爱改变啦。
神就看坚韧的手行挖去桶啊，桶啊游完佫家己开去。神啊，慢请咧，我是人，我会跋落去。神用手看伫伊的心肝，讲就知。若使我的手看伫你的胸坎，你得要得到大大援助。哎，两人扑出桶啊了后，神就带坚韧到一条田庄的路，近挖伫一个乡庄，四面的园拢互雪看捌。坚韧看世界，讲：这都是我做囡仔的时不时得行的所在。安尼会记得你做囡仔的时代啦吼？我想逐项都会记得的款。我做囡仔的时会愿望、会欢喜、会烦恼，拢会记得。你的嘴唇在喘，你的嘴配金金，迄啥？坚韧切伊的目屎，讲无啦。所以即马就是带伊转去伊的过去，就坚韧细汉的时阵，到伊的故乡。伊这个坚韧其实已经流目屎啊，但是开始会流目屎。但是伊嘛是唔愿意承认啦，目屎经啊这些安尼尔。伫远远有听见大声在喊的声，坚韧讲啊，直直来，遐囡仔我拢捌因啦，因拢是我的读册伴啊，这个拢是早前过了的事的影若定，因对咱拢无感觉。这想解说啦，就讲你即摆看着因咧做什么代志，但是你看着因无看着你安尼。因咧做你哪会看电影安尼啦？遐囡仔哪行哪用细球三喊，到上车路就分开，大家三角发。第一个囡仔圣诞真恭喜，第二个囡仔圣诞真恭喜，第三个囡仔新年真恭喜。像以前英国人是安尼，哪行哪哪趣味咧讲诶代志。坚韧真欢喜，讲我拄是安尼。你听，因在发圣诞真恭喜，新年真恭喜。神讲，因安尼发，敢有得到什么利益？因敢捌为着安尼来得到什么？啊！我知你咧嫌我啦。坚韧用手切伊的目睭，讲：我那总是伤慢啦。是安怎？无啦！早暗一个囡仔伫我门口在唱圣诞歌，我若淡薄米，互伊就真好。安尼若定。咱过来去看别个圣诞，神佫带坚韧到一间商店的内面，一个老绅士头壳戴白头章，坐伫官道的后面，两个少年司机坐伫伊的身边写字刀。这第一个电影就是伊细汉的时阵，伊看着遐囡仔就欢喜，踮遐花讲圣诞快乐啊啥，这坚韧他开始有受到感动啊，就知影讲，其实伊嘛无得到什么好处啊，但是大家欢喜，有淡薄后悔是讲，现实的社会都有人来伊门口唱圣诞歌，伊甲赶走，嘛无互伊一寡物件，感觉真后悔。个第二个电影嘛是伊过去，就是伊做人员工的时阵，是，就甲伊尾仔做人头家是完全无共款的情景。你捌即个所在无？你捌即个所在无？伊还毋捌。我早时伫遮食头路啊，我的老头家大梁伯啊，老是兄弟这边倒得坐，也我伫倒边。迄也真心色啦，心色。所以头家做大梁伯啊。神讲无啥物通奇怪，因为我是过了圣诞的神，所以说报你看的拢是早前的事啦。坚韧讲，我甲老师兄真上好啊！你看咧，大梁伯啊，迄笔伫桌顶，我头伫看时钟，时间都还未到。讲大梁伯讲，恁遮的辛劳着停工，下昏是圣诞暝，老实诶，下昏是圣诞暗。今日呢，两人就离开写字桌，个人摕家己的帽仔甲头巾。大梁伯讲：慢车，帽仔甲领巾拢搁下地，
下昏拢着伫遮食暗。赶快嘛是圣诞节的前一暝的对啊。但是差足济，因为这个大量伯啊，伊的看时也未到，就讲好啊，会使下班啦啦。啊，伊要转去啊，佮讲你毋通转去哦，留来我遮食暗。大量数入来哪行哪笑讲，头家娘即碟来得买请人，列位的新罗下昏着甲阮坐倒，通互阮的倒得到公营，毋通提示下昏是圣诞暝。头家娘，你实在真亲切真好，实在你真够款待阮。今日同神的卡只讲，我拄拄讲这话无差一句。但请拢入来坐，来去坐倒。老实头家啊，你逐摆都遮尔亲切。头家啊，你真够听阮。因哪行哪讲话也哪笑。今日讲，迄真奇呢。我拄拄安尼讲，总是实在毋捌看见一人遐尔好，亲像大量伯啊。什么人伫圣诞暝特别请伊新郎三角坐倒啊？无，听着无？我敢讲，神应伊讲，小可事互你遐满足心。小可事敢无影？请恁即几个敢会开到偌济钱？迄毋是安尼讲啦，要互阮欢喜，毋互阮欢喜，拢伫伊诶手头。互阮诶工轻重嘛在伫伊，实在伊所互阮诶欢喜。会达得一个机会啊！我若今日天困，这今日看来开始想讲啊，这头家人来才好。啊，这先甲讲，其实这也无啥，请恁这也无花这钱。啊，今日讲无咯，这请我也在买一个机会，就是一个机师。就是讲因为等我转过来，就是还未转完全的对啊。继续。新闻是安怎？无安怎？我想有啦，确实得想即阵，我若会得，通甲我诶新郎讲一两句话，真好。打着搁行，我着搁带你对遮来去。我诶工程已经了，来，神就牵今日诶手出去。伊这第一个心来已经互伊一寡改变了啊。第二个心就是现在嘛，现在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就是伊就去看讲别人安怎过圣诞节，就伊家这样关咧厝诶时阵，别人欢喜咧组织啊、唱歌啊啥，而且伊嘛看着这个什么，毋是看他写好一面尔，伊嘛看着讲某囡仔其实在破病，但是边仔有人咧甲照顾，第三个心来就是未来啊，未来诶时阵的真悲惨，迄囡仔嘛翘起啊，伊个去一个梦，嘛迄个梦的乌瑟瑟安尼，尾仔才知影迄个梦就是伊啊。而且伊迄过去伊嘛有看到一项就是讲，伊小人现在孤单，伊其实有一个真爱诶人，有机会再结婚诶。但伊就想讲要搁加趁一寡钱，尾仔伊个查某囡仔说离开就对了。经过这三个信了，伊才知影讲，即马还有机会再改变，因为时间佮塞转来到原来对圣诞暝会进前嘛，还还有机会。尾仔伊就是去管钱啊，嘛去迄个破病囡仔甲照顾啊，做伊个什么，基督教是无什么甲法了即款物件的教父即原来是等于讲，那做伊个长辈吧，对啦。在时常去陪欢喜啊，啥看伊大汉，所以这个故事到尾啊，在英国都流行起来，流行到美国啊，到大个所在。真侪人就是为伊个经验看得家己啦。是啦，就讲为了钱啊，放弃真侪以前的代志。会使甲人甲大家欢喜的时阵，你看大家呢欢喜开讲啊，恭喜的时阵。说讲吐槽啊，就是拢心目中干有钱啦，其他草拢无啦，安尼啦。所以人就讲，因为这故事，互大家搁转来认真过圣诞节。这认真过圣诞节方法，毋那是讲去教会啊，教会了后，搁有真侪
真侪人做伙啊，去关心嘛，就像一开始孙仔讲诶，讲一年这个时间是真好诶时机，是做这个代志。啊，这故事是佮甲这个代志佮继续刷接落去，是讲伊嘛改变做另外一个人。对伊诶迄个，即或者新乐啦，对伊诶迄个员工，佮客气，啊，对厝边诶人啥，拢袂像以前安尼，想要看到人甲杀开，想要来挡着伊诶路，但心中尾也无烦了啦。但是安尼讲，大家知影伊诶故事啊，咱等来看啊，佮听牧师读100年前诶台语，我感觉真有意义啦。迄阵我嘛拢讲新乐啊。我细汉就是拢听人讲新乐啊。对啊，咱台湾有真早就有即个要甲即个世界文学带入来，啊，甲即个基督教真水的即个精神啊，真水的精神带入来台湾啦。会使等于想看卖啦，我家己个读一摆的时候，我感觉真感动。牧师有啥补充的无？无咧。这真好，我感觉这故事一直搁较想一遍嘛，是要足水的故事。对啊，真好想。啊，伊嘛搞写，我觉得这个人也真互人讨厌，但是又得到救的机会，这部分嘛真基督教对不对？对啦，用这款方式写比报道，我感觉较有效啦。对啊，因为基督教有这个什么因信称义吧，就讲你看这个人遮尔歹，也无做什么好事啊，但是有一个机会互伊变做好，变做义人，真好哈。啊，上尾咱来读金句吧。咱想要讲圣诞恭喜，大家恭喜。圣诞恭喜。哎呀，这大家听到毋知什么时阵，咱录的是圣诞进前啦。是啦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改变的机会。是。啊，咱今仔日来看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兄弟姊妹总讲一句：遐个会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个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。一切通尊敬的，一切公正的，一切纯洁的，一切可爱的，一切通学乐的，这恁拢着不是放伫心内。我搁读一摆吼。金句腓立比第4章第8节，兄弟姊妹总讲一句：遐会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会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，一切通尊敬的，一切公正的，一切纯洁的。一切可爱的，一切通学乐的，这恁拢着不是放伫心内。